啦。金本业的甜食风和日丽，有一细细的风懂两手，非常适合找你的朋友一起出去行行聊聊啊，就是出去散散步啦。王勇来讲，谈好了哦，来去散步好吗？来去散步好吗？来去散步好吗？去散步好吗？一起去看看怎么用这一句话。来去散步好吗？哎，米儿，你干嘛这么没精神啊？因为昨晚失眠啊，一直打瞌睡、打瞌睡，好累哦。读木水，打瞌睡，读木水。啊，现在刚好是休息时间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来去散步好吗？来去散步好吗？我跟你说，散步哦可以让你有精神一点啊，而且哦，嘿嘿，刚刚好，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谈熊。你要跟我长雄商量什么事啊？黑公，如果哈有一个男生没矮哦，他突然间送你一束花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应该是要追我吧？哎，等等，你该不会是中医喜欢上哪个女生，想要跟我长雄商量怎么追她吧？嘘，那一台是不是上次那个高高的女生啊？小声一点啦！复习时间，打瞌睡，读木衰，去散步好吗？来去散步好吗？商量，参详，如果，黑讲，喜欢，中医，我猜，爱团。行真嘢客家 V&B， 分享大家聽下嚟講客家吧。